当年我偷偷的吃了我给我叔叔下葬的金橘子，是不是冲撞了他？王哥啊，求看，附上照片加人生导师加玄学怪事儿啊。王哥你好，你是我的人生苦海明灯，我是 Leslie 啊，这叫 Leslie， 你叫这名儿你就完蛋了，你张国荣的名儿啊 Leslie， 这都是短命啊，你改个名吧。一名85后的国内浙江啊互联网从业者啊，给您写这封信，想表达一份聊聊近况，表达一份积攒已久的感情。工作上啊我就不说了啊，话太多了。生活上我也不说了啊。生活上他来过温哥华啊。当时我是带着10岁的女儿独闯北美，温哥华那种车让人不是出自于规则，而是发自骨子里的礼貌，真的让我特别触动，比美国还要友好啊！那倒是啊，我们这儿人认为美国人入的。还有温哥华的人是真不怕冷，史丹利公园大冬天光着腿跑步的人很多，让我印象深刻。你吃牛肉再加健身，你也可以做得到啊！我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可以做到，我吃牛肉加健身，我冬天是穿裤衩的。但是你要穿裤衩，但是你要穿靴子啊，男的要穿一个大靴子啊，皮靴，然后穿裤衩就不冷啊。那个袜子，我都不敢说白袜子了，因为现在同性恋太多啊。你穿个靴子，穿个大裤衩，然后穿个白袜子，你在温哥华很舒服啊。不要去成都就行啊，别去成都。思想上这几年啊，经济开倒车，舆论越来越压抑，职场变成了对上如狗，对下如狼，同级如鬼啊，是吗？这么惨吗？再加上我有2个宝贝女儿，移民念头越来越强。我现在正在全力办理一个移民项目，一刻也不想等。如果不成功，我就直接旅游签杀过来啊！那你把刚才我指点你的一些东西准备好啊，旅游签杀过来之后，你就特别便宜啊，特别便宜，好像才15000加币就办下来了。政治庇护啊，15000加币啊，6个月。特别便宜，真的比那个什么投资移民强太多了啊！但是呢，就是你前提是呢，你要是走政治庇护呢，你就不能回中国了啊！你不能回中国，因为你要回中国，理论上来说你在欺诈，因为你完全就没有危险嘛，你拿到了政治庇护枫叶卡，然后你回中国去了，说明你一点没有欺诈。这时候如果有人举报你，加拿大移民部就会把你给撵走。但是他们经常这么干啊，他们都这么干，因为举报的人还是少嘛。你的幽默风趣、博学多才、敢爱敢恨，尤其是你那个2个不放过啊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对傻逼的简单粗暴问候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这片土地始作俑者、罪孽者的这种讨伐啊，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。没错，我们每年都会骂孙维，每年都会骂上海封城那个傻逼叫叶什么来着？叶德娴不是叶贤德吧？就是那个上海庸医啊，就是叶德才啊，叶德才，每年都骂他啊，叶德才你完了，我每年都会骂你啊，我越红你就越红，操，我越红你越黑，我的让全中国人都知道你叶德才这个王八蛋在上海做的那个孽啊。好嘞。庇护哪用得到15K， 写个3万7、8千都够。哎呀，你总要给人家他妈的律师和中介机构一点钱了，你这也太他妈的孙子了！你把7、8千，你这就 DIY 了吗？就是啊，叶德才，我每年都会骂叶才德还叶德才啊，叶才德啊。这个有一集讲上海疫情封控3个月，还有一集痛骂开倒车的，我真的是初听乍清欢，再听意怦然。您是我苦海里的明灯，是我精神救赎的圣经。现在面对那些傻逼同事，我心态特别稳，不就是一份工作吗？去年有个遥遥领先的空降领导，几乎骂遍了所有人，除了我，因为我很会跟他对着骂，反 PUA 之。接下来我会继续带着您给我的精神食粮往前走。如果有机会，真希望能在温哥华当面拜见，当然是带着我的孩子们啊。他特别喜欢列治文的螺蛳粉。列治文有螺蛳粉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我操，这个螺蛳粉不就是屎吗？我操，你怎么还浙江人？你怎么吃那玩意儿啊？最后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能得到您的授权，允许我做您的视频切片。既然出去了，活下去是第一要务，可能需要用这个方式过渡一下，没问题。我的视频切片没有授权，所有人都可以做啊。别把我 grill 的啊就行了。
是 grill 就是烤我嘛，barbecue 就叫 grill 嘛，就是 GRILLED 啊，就是或者过去式就是 ED，正在时就是 grilling 啊，你别 grill 我就行了啊。作为教主的教友啊，我们下次我们报下一位的啊这个玄学素材啊，孙维叶德才64是我们3大主题，每年都讲啊，每年都讲。王哥今天想跟你念叨一件压在我心里几十年的事儿，也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往后怎么防微杜渐？我现在小日子过得特别幸福，我就怕哪天有说不清的事儿啊，玄学上的事儿啊，诅咒啊，影响我的日子啊。这事情得从1996年说，地点安徽黄山老家啊，我估计是新安江那带的人啊，鸡西人。那年我家真的是遭了大难，先是我叔啊，我叔叔他是个泥瓦匠，从2楼干活的时候掉下来了，摔下来了，在医院里遭了老罪了，最后几乎是饿死的啊，就是看来是摔坏了啊，没能救回来，直接从医院抬回家办了丧事。按老家的规矩呢，棺材里啊要放些金橘子啊，所以你二叔应该算是暴毙啊，就是横死。这鬼怨气很强啊，大家知道横死怨气很强啊，车祸这个电线杆子倒了呀啊，这些人的怨气很强啊，所以这些人需要么镇压啊，要么去这个佛和尚要去做法事，要超度啊，否则的话他就会住在那儿不走啊，就是我妈妈当年上大学的时候，她那个同学就是被电线杆子汽车道电线杆子砸死那个，他灵魂不走嘛，他就后来负了我幼儿园同学高洪波他妈了嘛，就是这就没有超度，这就是啊。棺材里边得放些金橘子啊，他们老家的习俗，这个图个吉祥，希望他在那边能安好。可我那时候年纪小，嘴馋得很，我趁金橘子还没放进棺材，偷偷的全给吃了。你真行，你留一个呀，你倒是。这事儿被我爷爷看见了，气得我爷爷当场给了我一个大巴掌啊！现在想起来，那巴掌里藏着多少悲痛和对先人的敬重啊！更让人揪心的是，那一年真是家门不幸到了极点。我叔叔走后没多久，我爷爷受不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，也撒手人寰了啊！爷爷去世了。紧接着，我另一个叔叔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也没能保住啊！香港大埔怨气冲天，真是啊！这次大埔区烧死的人都走不了啊！如果不超度大法事，不做水陆大法会，就那7栋楼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要是香港观众有，你们平时别靠近那7栋楼，那个里边烧死了，我今天看数据得有200多人了，那就是全世界前几名了，就全世界高楼烧死人数，香港应该能排进前3了，就这个大埔这次啊，所以这个小心点啊，也香港呢懂的人多啊，大师也多，我希望香港政府能够做水陆法会，超度9981天啊，彻底超度干净啊。叔叔走后没多久啊，爷爷受不了打击也死了，然后另一个叔叔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也去世了，没能保住。1年之内，我家3条人命就没了，家里的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来。接下来的事儿就透着点怪了啊！以后每年我去给叔叔上坟，我只要祭拜去，我回来准得一场大病。有一次得了中耳炎啊，这个头疼欲裂，疼得我半夜直叫。还有一次更严重，直接回来之后得了脑膜炎，医生都说我要不行了，要准备后事了。怎么不知道最后怎么命好，又硬生生的给扛过来了。次数一多，我们家人也害怕了。从那以后，脑膜炎以后啊，我家大人就不敢让我再去靠近我叔叔的坟了啊，就是不再祭拜了。不过还有一件更蹊跷的事儿，就是我叔叔去世以后，他自己的儿子，也就是我堂弟，读书就开始开挂啊。本来是一个一般的小孩，哎呀，他爹一死，读书开挂。咱们老家是农村啊，条件不好。可是我叔叔这儿子从此之后就学习拔尖啊，一路读到高中，居然考上了清华。他可是我们村自古以来头一个上清华的。王哥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当年我偷偷的吃了我给我叔叔下葬的金橘子，是不是冲撞了他？我操，这还用问吗？这他妈这个你什么智商啊？拉下去给我炮决！
你叔横死了，头七还他妈没走呢。钟阴身就在那个棺材附近，正飞来飞去飘着呢。正就是那种哈，人生如走马灯一般，放完了一遍之后，又看着亲人们俯视痛哭，正在这个过程中呢。然后你吃他的金橘子是吧？你就偷吃他的金橘子，你把他金橘子都给吃光了，你还是不是冲了他？冲了他，那太是了，没有第二个原因了。而且人死了以后，他那个状态就是进入中阴身那个鬼的状态，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醉鬼嘛，就特别像吸了毒的状态，就是他不是很理性啊。那活着的时候有理性、仁义、礼智信，死了以后他那个就透出来灵魂，透出的就是他的本性，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他就是一念啊，就没有任何就是成熟的人，你有三念回转啊，你什么恶语出口之前，你会先想一想前因后果，死人不会的啊，念之所到，他就开始了啊，所以他就整你了啊，甭管你是不是他侄儿，他恨你啊，弄你啊。为什么每次去祭拜他，我回来都要遭一场大病？我操，他掐的你呗！我操，多新鲜啊！那是因为你命硬啊，你不命硬，他给你带走了就。而堂弟却能这么有出息，一个道理嘛，他亲儿子没偷吃金橘子，是不是？叔叔在天有灵，把所有的福泽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，多新鲜啊！人凭什么留给你啊？你还偷人橘子呢？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日子过得平平稳稳、幸幸福福的，就怕这些旧事里的蹊跷影响到现在的生活。哎，你别招他去就行了。啊，你听我的，你离他坟远点啊，你别招他啊，他也找不着你啊，你没事别老勾搭他去啊。想问问你，因为他们家他儿子娶媳妇了，事业有成，他自己有孙子了，他就顾不上你了啊。他就该看他孙子去了，完他孙子就该半夜惊叫了啊。到时候你就是别说话啊，他说你别又明白了啊，我是老王的信徒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操，那他就不弄他亲孙子，哎呦我操，这小子长大了，他就来找你了，那你就真完了啊！你现在是长大了，样也变了，他认不出来你了。想问问你，我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都告诉你了嘛，啊，接下来该怎么注意？我也告诉你，你低调做人，啊，别再勾搭他们家的孩子、孙子，也别再去他坟前什么啊忏悔之类的，别去了。你这一去，他还把你认出来了。有没有什么能防微杜渐的法子，让我心里踏实点也守护好现在小家庭？你别干坏事就行了啊，雷斯利，别干坏事啊，别招惹他啊，就是低调做人，然后就没什么了啊。出了事再说，现在不是还没出事吗？